馆生产的槟榔心芋头被公认品质好，特色在淀粉质含量高，肉质 Q， 品质优不优良，蒸过后吃，比赛名次高下立判。罗有宝今年比赛拿到头等，示范挑选的秘诀，用手指就能测试。它的荔枝好快哦，你如果没有刀子那些，你可以用手指刮一刮，刮刮它这个淀粉就出来了，看到？表面看到布满小红丝，像槟榔红色纤维，因此名为槟榔心。农民的心则要像铜墙铁壁，顶得住老天爷的考验。今年台风接连侵袭，影响了收成。压黑冻林啊，压黑冻林差不多都熟哎，就现在正是当季，对不对？差不多都成熟了。以前我们知道一分地的话，它要采收到3000多斤到4000多斤，今年几乎剩下1000多斤到2000多斤而已。不像天福叔，农民靠经验因应，也善用公馆的环境地利，后龙溪的好水质，还有东风相助，降低了病虫害。对芋头危害最大的福寿螺，靠天然查破，防治也有成效。如果你说田的挡越多啊，光你土地好没用啊，你环境好没用啊，你没去用心去管理它也没用啊。身为产销班长的罗有宝率领班员参加评鉴比赛，还有着一股不服输的想法，要打自己的品牌。公馆350甲的芋头田，70%以上被大甲的盘商收购，产地品牌没打出来，好吃的公馆芋头都被当成大甲芋头来卖。大甲它走在前面行销，所以现在以大甲的名义来卖的芋头，一袋比公馆是贵了一点点。跟智慧财产局申请了注册产地商标，也激励了农民的心情，彼此交流，种出好品质的芋头，也为自己的家乡土地拼出好名声。依附品牌卖好价钱是很多农产品混淆产地的主因。公馆芋头自立品牌，是因为农民拼出了好品质、有竞争力，同时为了一份荣誉感。一下喺冻林差唔多都熟嘅，一下喺冻林差唔多都熟嘅。